咱为着咱家己，为着咱兄弟姊妹来祈祷。2025年新的开始，上帝要赏赐新的稳定，互咱拥固咱的根基，互咱会通真侪祭司祝福身边的每一位。只要是倒一个人，甲咱相较亲近的时阵，咱就会当真侪伊的祝福。咱嘛要甲伊，咱甲因伊甲咱同齐做伙到伫主的面前。 互普天下的人认捌主上帝，享受上帝的同在，一生一世敬拜侍奉上帝。咱所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真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喜乐充满德行的教会。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恩典伫阮的内面。圣灵啊，愿你来；圣灵啊，愿你来。 主，阮敬拜你，阮学了你，你是用百姓的学了敬拜做宝座。主啊，阮感谢你，特别是用着以色列。主啊，阮会通真侪伫你的内面，真侪一个新的以色列人。虽然阮是外邦人，但是主你应允，互阮会通真侪一个真以色列人。活伫主你的内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荣耀的日子，这是甲主同行的时刻。 你的信息，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主，阮感谢你，伫这个时阵，搁再一届，将着你家己丰富的疼痛，赐福放伫阮的内面。当阮甲主你三个同行的时阵，主，阮要伫这所在来经验你永远的疼痛，经验你的权能，互你的教会带出阳光甲权能。主上帝，阮仰望你。主耶稣，你讲你做的代志，阮嘛会当做。 并且要做比这凭这更较大的代志，主，阮将上赞而乐归于你，你伫你的教会内底得荣耀。主，感谢你所赏赐一切美好，互阮有彼此相听的兄弟姊妹，互阮伫主你的内面，安尼欢欢喜喜甲主同行。感谢主，因为你的信息之外，你的圣洁，你的同在，所以阮就会通伫你的内面得享平安。感谢主。 你继续引带看顾，甲你的百姓徛起，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下来咱要特别为着城安圣教会来祈祷。城安圣教会伫南区的侍奉已经将近有3年，到伫今年2月，伊会满3年。咱来感谢主上帝，伫这当中行员团队甲营界师长。 因三甲做伙伫迄个所在的侍奉，以及所有前来咱开导的这兄弟姊妹，非常用心伫迄个所在，同心的服侍。所以咱也伫迄个所在有修成伫基督内面的果子。总是咱也伫主的面前感谢。更较大的恩典是咱望伫今年5月初的时阵，咱会当正式和总会启动这个开设。所以咱为着这个代志伫主的面前来祈祷。 今仔日是城安主日，那么行员团队伫这个所在，甲咱分享报告城安圣教会开拓的过程，甲现处时的情形。福音必须要传到逐角落，亲像圣经所应允，有福音会传予送乡的人。咱今仔日照着主的心意来行，来侍奉。咱就是要真侪南区的祝福。南区迄个所在寺庙真侪。 偶像拜拜也是伫其中占较大宗。当然，这是普遍台湾来讲，总是呢，伫南区迄个所在特别搁较是安尼。所以咱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来祈祷、来祝福。城安圣教会要伫上帝恩典官兵内面来显出上帝救恩的完全，并且要带着福音官兵。 进入到百姓当中，甲人的脚带到平安的路，互目睭得开看见救恩，互心灵归向上帝。咱三个做伙宣告，为了城安圣教会开拓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得胜得胜的君王，你伫阮当中成就一切美好，伫阮当中甲阮三个徛起。 你是主是上帝，主阮所以为了这来感谢而乐你。今日你伫阮当中行是何等奇妙的代志，主啊，阮伫这所在继续来仰望你。
你的确要伫阮当中保守看顾，互阮会通进入到伫上帝你家己的丰盛、你的祝福。日子咧经过，耶和华上帝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而到你宣告照主你所讲的，有甲福音传到颂扬的人，甲福音传到颂扬的人，甲福音传到颂扬的人，颂扬的人要伫其中来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照顾。主啊，阮所以感谢你，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主你若欢喜，我也的确要伫这所在继续仰望你的听，来照顾赐恩伫你的百姓当中，互阮进入到伫上帝你家己的欢喜。耶和华来保守阮，来引带阮，来赐阮、路用阮，当阮照你的旨意来行的时阵，主你讲，你若欢喜，阮所使用的，你拢要赐福，并且你要将列国的珍宝，拢总该运到伫当中来。奉主耶稣基督名宣告来祝福，主啊，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所在，拢要伫迄个所在看见上帝你的荣光。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继续甲主你同行，同心活伫主你的权能内面，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感谢主，感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耶和华你的权能，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赐恩予遐向你仰望救恩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成就救恩。所以，阮会通得到赦免，得到甲主你同行的恩典。亲爱的圣灵，感谢一路陪伴引带阮，到伫如今，由阮加添力量伫阮的心上，互阮会通跟对圣灵来行，认捌真理，经历真理，享受主上帝你的同在。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愿你伫阮当中得到应该得的荣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时间到，讲有兄来报告。感谢上帝听众。伫冷冷的天气内面，咱游玩会当准时火热来到上帝至圣所内面来敬拜阿乐伊。首先报告，第一，今仔日为年度圣安主日，由圣安信教会开拓同工团队主理崇拜，敬请兄弟一同为教会开拓事工守望代祷。第二，今仔日下午1点，将伫教会3楼召开1月份执事以及礼拜堂修宪委员会，请执事同工注意时间出席会议。第三，教会奉献规个个人编号位置有一寡调整，请兄弟注意。第四，教会赠送每一个家庭有春联以及红包袋啊，欢迎兄弟以家庭为单位。到招待的领取1份。第5，1月17拜5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敬邀兄弟留有留时间参加，一同为城市祈祷守望。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咱即时请敬拜团。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伫伊的厅堂内底，咱三个做伙组织，同齐做伙来敬拜，咱三个起立来吟唱诗歌，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伫伊的宝座前，咱甲伊三个做伙同欢喜。愿大主一日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到也会开朗，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定着，花花草草，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愿大
他主旨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到夜的归来，因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而来，逆境而来，你安排阮当行着花花草草，顺境而来，逆境而来，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愿他主旨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到夜的归来，因带阮行深深的山谷，顺境而来，逆境而来，你安排阮当行着花花草草，顺境而来，逆境而来，我欢喜顺坦行。咱请兄弟来唱。愿他主旨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到夜的开来，因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齐声来，顺境而来，逆境而来，有你安排阮当行着花花草草，顺境而来，逆境而来，我欢喜顺坦行天。请姊妹来，愿他主旨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到夜的归来，因带阮行深深的山谷。齐声来，顺境而来，逆境而来，你安排阮当行着花花草草，顺境而来，逆境而来，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愿他主旨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到夜的开来，因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而来，逆境而来，你安排阮当行着花花草草，顺境而来，逆境而来，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境而来，逆境而来，你安排阮当行着花花草草，顺境而来，逆境而来，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得用嘴唇的果子来讹乐咱的主，来奉献予咱的主。嘴唇的果子就是咱爱定定用上赞做讹乐敬拜来献予咱的主。在这首诗歌内底讲，顺境内底讹乐，逆境的时阵嘛讹乐。所以呢，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将着咱对上帝所得的恩典，咱伫顺境内底来讹乐咱的主上帝。伫逆境内底，现此时你有啥物困难？你宣告，上帝一定会带你经过，并且要看到迄个阳光的见证显明伫你的身上。因为咱的一生的日子，就是咧见证上帝的同在。所以咱同齐开声来，将着咱的对上帝所领受所有一切顺事来感谢。为了现此时拄到的困难，宣告上帝能力的同在，一定会当赢过迄个困难，进入上帝丰富的内面。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啊，我要照伊的心内底来讹乐你，要将一切阳光来归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确要伫阮当中成就一切美好。
主啊，阮伫这所在来感谢你。阮伫过去得到上帝你的祝福，活伫顺时内底，阮感谢你。就是现此时，阮伫这个艰难困苦的时阵，主你啊，的确要引带阮行过，互阮伫你的内面得享活命的平安甲祝福。你是主，是上帝，你亲自带人经过艰难，进入安稳的所在。主啊，你讲，顺从你话语的人，一定会得到绝对的平安。感谢主你的祝福，感谢主你的引带，愿上赞而乐归伫你，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的身上，亲像伫天年的同款。主愿一生的年日，就是要见证主，见证主你的同在，见证离开你，阮袂做什么货。见证主，阮若是念伫你的内面，阮就是有修正，并且会当坐坐来结果子。感谢主，阮就是为主来做美好的应用甲见证。哈利路亚，互阮喜乐充满其中，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愿打主一地你保守清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高野的开来，因带阮行信心的山谷，顺境落落，逆境落落，你安排阮当行着，袂话差错。顺境落落，逆境落落，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境落落，逆境落落，你安排阮当行着，袂话差错。顺境落落，逆境落落，我欢喜顺坦行天，我欢喜，我欢喜顺坦行，我欢喜，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哈利路亚！咱的主，咱的上帝，甲咱同在。咱一生的年日活的，就是要甲主相同行，要为主做工。兄弟，请坐，请坐。一生为主来活，是咱人生上水的选择。甲主相甲同行，咱会当看尽世间一切的繁华，嘛会了解繁华紧紧过去。但是独独伫主的内面，咱一定会得到安息。为了世间无用，世间的过去，为主来无用，所有一切存到永远。伊是主，是上帝，永远的快乐在咱的心内底。为主做工，我心快乐，伫我一生路程中，我心充满感谢而乐，时刻甲主当欢呼。我心快乐，我愿好山耶稣，天顶喜乐我心。时时刻刻福塞主，一样带领吸引我心快乐，快乐永远的我心。为主做工，我心快乐，也过心内的空听。我灵充满天顶险路，你到欢呼归天上。我心快乐，我愿好山耶稣，天顶喜乐我心。时时刻刻福塞主，伊用带领吸引我心快乐，快乐永远的我心。为主做工，我心快乐，当我甲救主同行。耶稣使我喜乐平安，救赎稳定与完强。我心快
乐，我愿福山耶稣，天经喜乐满我心，时时刻刻福世尊，伊用大能吸引我，我是快乐，快乐永远伫我心。为主做工，我心快乐，随地深夜的暗路，我们好心着上帝关，常常亲近主耶稣，我心快乐，我愿福山耶稣，天顶喜乐满我心。时时刻刻福世尊，伊用大能吸引我，我心快乐，快乐永远伫我心，我心快乐，我愿福山耶稣，天顶喜乐满我心。时时刻刻福世尊，伊用大能吸引我，我心快乐，快乐永远伫我心，我心快乐，我愿福山耶稣，天顶喜乐满我心。时时刻刻福世尊，伊用大能吸引我，我心快乐，快乐永远伫我心。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互伊一个5000万的微笑来。来，搁一届，大家人拢爱甲人微笑一下哈，来。哈利路亚，满心的快乐。当咱服侍主的时阵，当咱来礼拜堂来敬拜上帝的时阵，咱会记得主耶稣讲：听我的话，甲我做伙，就是上界大的服侍。因为咱只有对上帝领受清楚的方向、意向，迄就是咱上界大的快乐甲稳定。所以咱照我都为主做工。这是荣耀的时刻，咱同齐站起来，咱搁来唱副歌，连续来唱3摆哈。快乐，我愿福山耶稣，天经喜乐满我心，时时刻刻福世尊，伊用大能吸引我。我心快乐，快乐永远伫我心。我心快乐，我愿福山耶稣，天顶喜乐满我心。时时刻刻福世尊，伊用大能吸引我。我心快乐，快乐永远伫我心。我心快乐，我愿福山耶稣，天顶喜乐满我心。时时刻刻福世尊，伊用大能吸引我。我心快乐，快乐永远伫我心。拍鼓啊，将阳光归予上帝，做阳光甲咱同在，咱就会成做一个阳光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听见主的声音，正声道走甲大厅。
敬拜伊极其尊荣，靠主讲我的保护声，是荣耀教会圣洁我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我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咸无听见咪名歌声，久久直头升天声。要跟着成的大军队，战胜迷人的魔鬼。是荣耀教会，圣洁我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我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有时要求阮满步，也是撒旦的那种，始终靠主带得胜利，各有世界的关键。是荣耀教会，圣洁我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我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也去军旗欢呼而乐，胜利无久就来到。生阮主也接成道，伊同齐王齐欢呼，是荣耀教会，圣洁我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我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我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我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我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我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开声来祈祷来宣告，安乐圣教会、圣安圣教会，要真做圣洁荣耀的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保护世情，是因为圣灵的同在，咱就大有能力宣告上帝的救恩，上帝的荣光要透过圣安圣教会，透过安乐圣教会，见证伫这个城市。当者开声来宣告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是荣耀的教会，是做你所竞选的教会，是做你所设立的教会。主啊，阮会通伫这个社区，伫这个城市，伫这个国家，伫国际上真侪见人所认物荣耀的教会。哦，安乐之光。主感谢你，阳光的教会，安乐的光，安乐光伫主的面前，哈利路亚，光的安乐甲平安，要对上帝你的面相来照耀伫阮的心上。我们讲，主这是荣耀的教会，得胜的教会，圣洁的教会，听的教会，甲主连结祈祷的教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我了阳光归主，在救主的保护内底，一切拢是这样丰盛，拢是这样喜乐、欢喜、平安。感谢主，因为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哈利路亚！主感谢我了你，感谢主，告主你，告主你，三甲做伙徛起。徛起军旗欢呼而乐，胜利无久就来到。着成阮主也接成道，因同齐王齐欢呼，是荣耀教会，圣洁
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至圣的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差遣救主耶稣基督降世伫这个世间，把阮对着罪恶中救出来。毋是阮修行到什么程度，是阮还伫做罪人的时阵，你会听到临到阮。毋是靠阮修行，毋是靠阮做啥物货，是上帝你会听，正做这份礼物相属阮，又搁对死搁我见证基督通信靠实在的证据，又搁差遣亲爱圣灵降临伫阮当中，互阮经历，互阮领受属天的权柄，照主所应允的。就是鬼嘛爱顺探伫阮的命令下面。主，阮向你祈祷，2025年的时阵，互你的教会活出一款的权能，医病赶鬼、讲神方言，手会摕毒蛇，就是啉了什么款的毒物，也无惊灾害。主，因为你一定甲阮同在，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互阮伫至圣的真道上来忠进。互阮倚靠主力上加力，互阮对主来行温上加温。因为你的信息可靠，你的主爱到万世代，你的确引带你的百姓行伫阳光的道路上，互你的子民成做荣耀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搁再一届用上热烈的掌声来感谢咱的主，阿乐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主。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成做咱的颂赞甲敬拜。请，阮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息今仔日赏赐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这是要同齐用启应文来敬拜咱的主。我来请兄弟来用，何一部分咱同心来上读。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何等的水！我观看你镜头啊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辰，就讲：你互伊比天使较细一点啊！你派伊管理你手所做的福万米，就是一切牛羊、产野的野兽、空中的飞鸟、甲海里的鱼。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何等的水！阿免。咱感谢主的恩典，今仔日咱伫上帝厅内底有这个时间，会当同齐来甲主相同行。过去3年来，咱安乐圣教会伫南区迄个所在，咱有借着南华里的一个活动中心，了后咱伫个所在来做开设。感谢主，行员团队自从加入咱安乐圣教会了后，伊就伫这个事上一直非常的用心。透过伊行路祈祷，透过伊甲一
括东江三甲做的有心来将着福音广传，不但向着世界来宣告培训，也伫咱所徛起的所在，教主所应允的，对着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全世界来见证上帝的救恩。所以，咱经过这3年，咱也看见伫迄个所在，已经有人接受洗礼。虽然咱还未正式挂牌营业，但是咱已经看见上帝应允伫迄个所在。所以，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并且咱要做主所欢喜的代志。咱会记得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当伊要就任，开始要行弥赛亚的道路时，伊进入礼拜堂，伫迄当中，伊读以赛亚的迄个册。读以赛亚的册当中有一句话内底讲：主的灵高我伫我的心上，叫我传福音予丧乡的人。所以，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阵，就按照这世界丧乡的人来报扬福音。丧乡有分做2种，一种是心内底的丧乡，无论伊好野善，心灵内底丧乡艰苦、逼迫，毋知人生要对倒位去，这是一种的丧乡。另外一款的丧乡，真正是伫伊的物质生活有欠缺，所以像圣教会伫迄所在也定定会当分享这的物资，也感谢所有亲爱兄弟姊妹。咱定定会当捐献真济物资，所以呢，南区的这个丧乡的百姓，因为各位来得到真济的祝福甲恩典，咱要感谢主，因为咱是要讨主的欢喜。无论这个世界会变做安怎样，但是咱讨主欢喜的时阵，咱就会当领受迄款的丰富，并且上帝也伫咱的活命内底恩上加恩。咱特别将下面的时间来交幸运团队，咱拍鼓来欢迎幸运团队。感谢上帝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所以真正就像牧师讲的吼，真正是真感谢。牧师、传道、主事甲兄弟姊妹，伫这开拓的时光内面，做伙来斗相共嘛，做伙来服侍，伫咧开拓各有信仰的需要，在福音的事工上，让我们更加的广传。感谢神。这时候，我们就一同来翻开周报第4页，咱请这个对，请。少龙兄，带大家来做伙读经的部分。今日咱要来看到的是伫咧约翰福音12章20到36节。这个部分是耶稣伊要来到十字得经之前，伊伫咧遮领受上帝。疼痛嘛是伫遮顺服着上帝引带，咱来做伙来读即个部分。约翰福音12章的20节到36节。迄时起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啊个希利人，因来见加利利伯大尼，伊腓力求伊讲先生啊。我愿意见耶稣，腓力去讲安定了，安定了回当归你去讲耶稣。耶稣讲：人子啊，得到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啊，若无落伫地里死了，犹原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真侪粒来。疼惜家己的性命的，就丧失性命。伫此个世上的混恶的家己的性命的，就要保守性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的，就当跟对我，我也要伫遐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若有人服侍我的，我的爸也要尊重伊。
我现在心内忧愁，讲啥物较正好呢？爸啊，求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犹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爸啊，愿你的荣耀的名。当时就有声音对天顶来讲：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甲有荣耀踮伫我身边的众人听哩，就讲。单雷啊，也有人讲，伫天使对我讲话，耶稣讲，这个声音是为我，是为恁来的。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的，这个世界王是要被赶出去。我若伫迄个核心也起的，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个话是指着家己，也要将怎样讲出？讲众人的话，得讲，我哋听见律法上的话。基督是永远的，你是怎样讲呢？人子要去伫家起来的，这个人是治罪呢？耶稣对因讲，讲伫恁的中间也有无罪的时候，当趁你有光的行的，免得到黑暗临到恁。恁伫黑暗里行的，也毋知影要去倒位去。恁也应当着着光的，神水一个光，互恁成做光明的囝。耶稣讲，这个话是离开恁的温中。阿门。阿门。感谢少龙兄的读经吼，所以咱今日看到的这个感动吼，就伫咧要来就是啥主理即阵哦，伫咧祈祷上帝要来应出倒一个圣洁节的吼。其实伫咧祈祷内面吼，就一直伫咧即个经文内底有感动吼。虽然感觉即个经文伫咧读的时候，真正有时阵互咱会感觉叮当啊，但是吼，主着讲伊要分享，要我分享即个经节站嘛吼，感谢主。好啊，所以咱来看到哦，德蕾莎修女伫咧印度服侍。真侪个人，伊伫遐服侍的是伊讲吼，其实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当做足伟大的代志，但是咱会当用疼心做真侪小事来扶持伫咧需要人的所在。所以相信上帝伊带互咱伫遐服侍，伫咧祈祷中，甲伫咧领受中，就伫咧服侍的。这个上帝的感动里面啊，不断的在感动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相信就是如同刚才牧师在这一个经节里面提到的，以赛亚书中说，神要把福音传在需要的人身上，神要把福音传给送拥的心来需要的人，有这样子需要的地方。感谢神，让我们一同的在这当中服侍。谢谢大家长时间的代祷跟扶持。愿神纪念我们当中的摆上。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咱嘛看到上帝伫遮伊透过约翰透过老约翰来提到耶稣当时的侍奉。这一段呢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一个这样子的领受。咱知影迄阵时是逾越节期，所以迄阵时不光指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甚至于在外邦的人听到了耶稣的作为，也来这样子的来信靠神，要来请教耶稣。所以这是一个 sign 啊，这个是神给耶稣的一个感动，就是这个事工要在这个十架上完成的救恩，要在耶稣的身上来实现，来带领。那所以耶稣他也在这当中就在这里当中侍奉。那咱看到加讲到这些外邦人希腊人来找门徒来找腓利，跟他们说就跟腓利说，先生我要来见耶稣。
腓利嘛去找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吼，来做伙来找耶稣讲即个代志。哦，咱来会当看到，不只是以色列人领受救恩，而且是外邦人嘛来领受到即个救恩的重要，就是因来听到耶稣做的工课，因就去因来信靠耶稣，来领受即个福气。啊，所以耶稣呢，看到即个时阵吼，耶稣就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哦，耶稣讲，伊实实在在甲咱讲，若是一个麦仔无落去土里死啊，就是一粒；但是死了后，会当结出诚侪果子来，吼，会当结出诚侪麦仔来。所以伊其实耶稣正是用世间的比喻哦，用以色列他们当地的这些人事物来做比喻。咱听到耶稣伫咧讲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啊，吼，听到这一些飞鸟的比喻、芥菜树、芥菜种的比喻，咱知影耶稣其实他是很贴近我们生活的神，所以他知道我们周遭的这些人事物可以更让我们能够理解耶稣伊讲的这个内容的含义。所以耶稣讲伊要得到荣耀的时阵到啊，因为就像咱伫咧栽树仔相像，一个树仔为一个种子细粒的种子来的啊，若是即个种子无野去土内，是无法度结果的。所以就是透过这样一个雅境的过程，虽然这个生命看起来好像是失落了，可是却结出更多的一个果实来，却能够结出更多的一个子粒来。所以我们的牺牲跟奉献，其实在这一个人群中带来是极大的一个恩典，也是极大的一个神的作为在这当中。咱看到大家就是有疼心，伫咧各样的服事里面，一同的就是来疼痛阮身边的人。就是把主的爱分享出去给需要的人群。所以加耶稣就讲到这个比喻，就好像若是咱疼家己的性命，咱无法度来付出的时，咱就其实是失去性命。但是咱若是不是疼爱自己，而是就是付出的时候，我们就保守我们的生命，然后到永生。所以越给是越多的生命，越给其实是越丰盛的生命。那在原文里面其实这里讲到的这一个前半部疼惜家己的性命，加恨恶家己的性命的这个部分，拢是指有形的肉体的性命啦就是讲，咱若是感觉家己拢无够欠缺所以就无法度奉献的时，其实。咱是咱其实是搁较损失的，所以耶稣伫咧后壁就讲，若是疼惜家己这物质上的肉体的享受，咱其实是就是生命就失去啊，咱真正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那是失去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看重自己的享受跟物质的时候，反而要保守我们的生命到永远。所以这是真重要的提醒，这嘛是真正是宝贵的提醒。那其实耶稣伫遮讲的，毋是讲咱要怨恨家己啦耶稣嘛是拢要疼痛每一位。耶稣其实是保守就惜每一个人，伊是惜命命的，所以伊遮其实是当时的一种夸饰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是指的不去看重自己不是只是疼爱自己，而是愿意去分享，更多的来分享破碎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当我们给出去，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的。属灵的这个里面的一个生命，其实是更加丰盛的。感谢主。
所以耶稣伫咧遮最重要的提醒，就是讲伊伫咧各地服侍人。那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咱拢是跟对耶稣伫咧服侍的。伊伫对，咱就伫对伫咧服侍，这是伊欢喜的。而且伊讲，咱若是服侍伊，其实上帝嘛欢喜，上帝嘛看重。所以咱伫遮有耶稣的应允，就是讲，咱的服侍是伊会当来得到荣耀，而且嘛是天父阿爸欢喜的代志。咱不只是以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命令啦这个在提醒里面，它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神给的一个，就是一个丰盛的一个应许，就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啊。所以咱真正真欢喜，会当来服侍耶稣，因为伫咧服侍耶稣内面，咱的阿爸天父嘛得到欢喜，嘛快乐，咱伫咧遮会做伙服侍。所以咱会当甲耶稣伫咧天国内面，伫咧以后就做伙同在，而且嘛对得到上帝的尊重，感谢主。所以咱就看到在这一个约翰一书里面当中讲，无明白耶稣的，就无阿爸天父。但是咱若是明白耶稣，咱连天父咱拢有啊。所以其实咱知影，信父、信囝、信神，伊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当我们在服侍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不光是领受了耶稣的爱，我们也领受了天父的爱跟圣灵的一个同在。感谢主，所以愿我们都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早早来认识耶稣，来在基督里得蒙耶稣的这一个天堂，甲咱撒加地地。好，所以伫咧第四部分咱看到经文内底耶稣讲，伊知影要去十字架顶的，伊是神，伊是神嘛是人，所以伊讲伊知影即个重要性，但是伊心内忧愁嘛艰苦。伊讲爸啊，若是会当救我脱离即个时阵。但是伊愿意顺服着上帝的旨意，所以伊讲原底来到圣州是为着即个代志来的，所以就伫遮嘛讲着爸啊，愿你得到荣耀。所以咱知影讲耶稣伊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不光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能够感受到我们在世上的一些苦痛，还有我们在世上的不容易。伊知影咱心内的感受，伊会当体会咱的忧愁，会当知影咱的艰苦。他也很实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里面讲到伊的需要。所以咱嘛是感谢耶稣，他可以贴近，他实在是知道我们的神，因为他走过这十架的道路，是比我们更加的艰难和更多的一个苦难的哈。他尝尽了这个最苦的痛，是我们世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哈。那所以感谢耶稣，伊来到圣州，来为着咱的罪来付出这样一个极深的一个救赎，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世上的一个苦痛，可以真的是耶稣的生命来交换我们的生命啊哈。所以咱的生命就无共，咱袂为咱原底心内即个艰苦吼，就无讲无法度过。因为耶稣亲自来救赎我们，替换了我们，感谢主。那所以这里也提到耶稣他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陈述哦，真的是何等的感谢的。那耶稣说：“父啊，愿你得荣耀，愿你荣耀你的名。”哦，这个耶稣的顺服，让我们看到我们也可以胜过我们在世上的这些苦难，因为这些自战自亲的苦楚，为了让神来修剪我们，使我们得着那生命的荣耀。所以这站时哦，主天顶就有声音讲：“我已经得到荣耀，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而且要搁较荣耀。”这讲的是耶稣，吼，就是耶稣嘅祈祷得到上帝回应啊，神亲自的回应他，出声来回应耶稣的这一个祷告。因着耶稣的顺服，所以天父讲：“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伊来到愿意来到圣州来做世人来走这个苦难的路。所以，因着耶稣的顺服，天父讲：“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而且搁要较荣耀。”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耶稣上十字架这一个更大的一个牺牲，更完全的一个牺牲跟顺服，所以这一个事情也看到主的计划真的是。神的计划在这当中成就，因为他亲自的执行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哦，所以咱会当完全的得救，咱会当压过这个死亡。咱来看到在原文里面这里的这一个字啦原文内底讲到咱心内的忧愁，就是咱生命当中咱的魂咱的魂的部分，会受到一些的这些人事物环境的影响，心内的感苦所以会受到这个原文当中忧愁就是搅了啊会影响到。但是咱会当来就是亲近耶稣，咱会当求耶稣来帮助咱，所以咱就会当来得胜。而且在原文内底才讲到上帝讲：“我的名一定得到荣耀，我已经荣耀我的名。”咱知影伫咧以色列当中名是真有意义的啦就是伫咧即个号名内面其实代表即个人一个特性，甲伊的个性、伊的本质，所以。咱嘛会当为名来令别人来识识每一个人咱的个性甲咱的无共感谢主咱嘛因着认识神、认识耶稣而知道他是咱的救主。好，那最后咱嘛看到这个圣经因为耶稣的顺服。所以会当来得救。边仔的人听到耶稣伫咧祈祷的时，伫天顶的声音，就讲等类啊。但是有人嘛讲，这毋是这是天使甲伊伫咧讲话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回应，这个是一个，就是神要让人看到神的喜悦，所以耶稣讲，这个声音其实不是为着伊，是为着咱众人来的因为耶稣甲上帝关系是一体，是真亲的，所以其实伊无需要用这个就是外口的声才会当来领受。但是咱世俗人无共，咱无法度来体会就是这个就是无的是咱无法度会当领受，所以上帝就亲自出声来，互咱会当听到伊的心意，会当知影伊欢喜，伊来是真快乐，耶稣的顺服，耶稣的这个
来行即个路。所以耶稣讲，这是为着咱来的啦，为着咱会当来听到，会当互咱会当来领受，会当来有印证这一个事情。所以耶稣讲，以后的代志，即个世间要受到审判，即个世间的王嘛要来赶出。但是耶稣会为地球受举起，就会来吸引真侪人来信耶稣。耶稣其实伊知影伊要安怎死，所以伊讲即个话。所以伊这是为着咱来会当来领受，伊来提起。所以感谢耶稣，因为伊来十字架顶的得即个胜利啊！伊透过十字架顶的这个得胜、复活的得胜，以至于我们就不再受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捆绑，在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心魄内底。所以遮原文内底讲，世上的王其实就是掌管这世界的神，也就是咱讲这一个灵界的这一个势力，也就是撒旦魔鬼的这样子的一个统治。咱知影这个世界被恶者统治，耶稣要来赢过这个世上这些的咒诅，让我们可以得胜。所以这个刚才在经文内底讲，伊要给世人举起来，其实也就是神要在这当中得胜，神要被高举，神要被胜过这一切的压制、死亡跟罪恶的这些的捆绑。所以因着十字架，我们也能够脱离这样的咒诅在我们的生命中。感谢主。可是众人呢？经文内底讲，众人无法度来了解，因为因是甲耶稣同时的人，因唔知影之后的代志，以后的事情，所以因就讲，咱听到的律法，上面是说基督是永存的啊，你哪会讲人子要受举起呢？这个灵主是啥呢？世上的人无法度了解。律法书啊，伫迄阵时，其实咱知影耶稣伊是他是那个西元元年嘛，所以受耶稣以后，就是新约圣经开始有记载。咱就知影遮的律法书其实就是指的是不光是摩西五经了啦咱知影犹太人他们读摩西五经，读律法。可是在这里还有先知书啊，还有小先知书，还有历史书，所以其实它指的是整个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的这一个记载里面，其实已经因无了解，因无法度了解，因为因唔知影耶稣的德性，所以因就在这个诗篇里面记载说诗篇里面记载，拢上帝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比王讲白唱，他的后代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如月亮永远坚立。那所以因拢是他这个古约圣经，因对弥赛亚的理解是永恒的，是袂失落的啊。即使在诗篇里面也说，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永远为祭司的。可是耶稣无要甲因解说到遐尼深的这个神学的这个部分。耶稣伫咧经文内底讲，就是来较紧来信他就是弥赛亚。因为趁着光在的时候，要来信光，免得黑暗临到的时候，咱就唔知影要去对啊。所以耶稣讲，咱要趁着这个光的时候，成为光明之子，会当信耶稣，咱就会当来得救，
会当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亚瑟伯在跟他们更多的解释跟辩论。但是若能够信的人，就得着这样一个恩典跟救恩。这是神的一个拣选跟恩福，在人的生命中，咱拢希望会当做光明的囝，会当做被拣选的天父的儿女。所以愿咱嘛会当有这个福气来得到上大的恩典。感谢耶稣伫咧这个经文内底，伊来安慰着咱伫咧世周的是有软弱，伊知影，伊了解咱的心，因为伊是人，伊嘛是神。感谢伊离开的是赐落圣灵，伫咧阮的生命中有软弱的是，伊用祈祷来扶持，互咱会当坚固。所以愿上帝来帮咱，咱拢会当。像耶稣安尼，有耶稣的心做心，咱会当听，会当领受，愈付出就愈有得到，越奉献也就越蒙福。愿我们的生命都是蒙福的，让我们都能够得着这样上好的福分，是能够存到永恒的。感谢主。感谢主，这阵是咱先来祈祷，咱先做伙来祈祷，来为咱的领袖来回应神。那我们每个人也许在这段经文里面，拢有无同的领袖，咱会当为咱的领袖来回应神。愿神让我们能有领受的心，能够有真的是能听的耳，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他的话，得着这上好的福分。得着这永恒的生命，而不是这样子一个亏损在我们当中。所以这阵是咱就来出声，来为着这段圣经来感恩，来领受。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主，你透过你的话来提起伫咱的生命中，互阮会当有得救的福气。主啊，是你的疼痛是清广阔的。主啊，有时候是我们眼不能见，有时候不是我们这有限的头脑能够去领受的。可是主啊，你是那无限的神，你亲自开通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与你连结。主啊，愿你来拣选我们，都成为这蒙爱蒙福的儿女。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来真的是被你来改变。以至于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你的生命来跟我们替换，主啊，我们就有得救的一个福气，我们就能够胜过这死亡跟辖制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主啊，虽然世人当时的人不理解，因无了解这个是一个定的权势，是真重要嘛，是真伟大的。所以耶稣来献就的生命，是为着阮的罪，伊的得胜，互阮着会当甲伊交换阮的生命，阮无够伫咧死内底灭亡，阮会当伫咧伊的得胜内面，伊的得胜内面，阁有永活的生命。感谢主，谢谢神，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光明之子。能够成为在主里蒙恩蒙福，愿意来牺牲、愿意来给予的人。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那再来，我们就是来为着这个陈安的这个事工吼，咱就来会当分享嘛，会当跟母会这里来感谢。还有更多的也能够知道我们在当地的一些开拓的一些景况。感谢主，就是咱每一礼拜三，咱拢有线顶的祈祷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兼顾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透过祷告，我们也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神亲自掌权，也供应在我们当中。所以感谢神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每一个事情就是透过祷告来寻求，透过祷告来服侍神，透过祷告也来成就神的心意。感谢主，在这当中的每一周的一个基石在我们当中。另外就是拜五的时，咱会去走岛，伫咧遐附近来走岛，还有在各个需要的时候，咱就去探访伫咧需要的兄弟姊妹。所以，每礼拜拜五，咱就会去社区遐来走岛，对面是永华国小嘛，吼。即暂时就是有较侪伫遐的人数啊，吼。就上帝嘛，互咱看到，不只是以即个社区的服侍，而且伫国小的内面，上帝也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彩妈，有着这一个就是教育工作的弟兄姐妹，所以咱就嘛有感动，伫这个永华国小的一个。一些的亲子侍奉上，这儿童营的这个事工，待会也会提到，感谢主。所以，除了线上祷告之外，还有实体的走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透过祷告，愿神的福音传在邻里间，愿神的福音就是来这当中掌权，愿神就掌管在学校，掌管在社区。把这一个福音的一个恩典，还有神的爱，能够分享在邻里当中，感谢主。另外，我们每一个礼拜四也感谢上帝来引出在这一个承安小组的部分，咱的拜喜的时有这个同工先聚集彼此的代祷，彼此的一个RPG 的时间。那之后我们8点就有赞美操的小组。那感谢赞美操老师在这当中殷勤的来教导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在社区家做伙来运动。那也透过这样子一个律动时间呢，使得拉近我们跟这个居民的一些的距离哈，因为他们也是比较喜欢这样在这当中一起运动啊。那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身心灵都得着健壮，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在主里的一个更新，感谢主。也感谢神，在去年我们12月的时候，有一位这个沈义雄弟兄感谢主来拯救来带领他归入神的名下。上帝看顾和伊会当在年老的时候得着这上好的福分。也愿神来赐福，在当地有更多的慕道友能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临到当中，就在这当中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得着。所以现在我们每一年感谢神给我们每一年有果子结出，也愿神赐福在这当中，使得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得人得鱼啊，使教会都能够得人得鱼。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一个喜乐的事情。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些活动的部分。我们大概每一年上半年的部分，我们都会有这一个母亲节的一个事工一个活动，那这是我们通常活动是指对外的部分。当然我们在每一年的像复活节啊，像感恩节啊，这一些我们自己的就是教会的这一个事工里面这个是也是每一年的一个侍奉。可是除了这之外，我们对外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就是透过一些节期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外面人也能够参与的就欢喜伫家做伙来领受的这个节期，像是母亲节上半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所以咱感谢阿爸提贝嘛，纪念咱的母亲的这些的辛劳啦那我们
就在这当中一同的来欢庆。那也感谢弟兄姐妹在每一次的节期里面都慷慨的奉献这一些全新的物资，能够作为抽奖能够作为赠与的一些的使用那以至于在这个节期里面大家都同蒙主恩。再来7、8月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一个孩童的重要性神让我们看到教会因为咱之前就有提到，咱底下主会拢真侪是比较多是40岁以上的兄弟姊妹啦吼。可是教会要增长，教会要健康，是应该有各个年龄层的安尼教会才会健康。所以也感谢神，我们有教育的弟兄姐妹啊，有这些的经验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会来服侍，所以神感动我们，从7、8月开始来办这一个儿童周末营的一个活动。那也感谢神带领在这当中那也因着就是教会有一些跟永华国小相关的老师来连结。所以在这个事工的推展上就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感谢主让我们在当地很开心，也能够这样做成神的喜悦在这个活动上也深受好评。那我们今年呢希望在寒假1月18号再来这一个日子，1月18号礼拜六。咱有一天的活动一天的这个周末营的活动，所以也请大家为着这个再过来礼拜六的招生，还有能够服侍的这样子的每一个环节来祷告，愿神赐福在这当中。那寒假比较不容易的是因为他碰到这一个过年所以有些孩子啦他们就没有办法说整天性的那咱嘛祈祷相信神都有神的一个带领还有赐福在这当中。愿神就加添我们这些的孩子跟老师跟家长啊我们有也亲子的部分，这次想要让家长也可以参与在这当中，所以就是有亲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一同的来领受这样子一个神的赐福，愿神带领。感谢主。再来下半年度呢，我们通常就是圣诞节期了啦下半年度我们就是主要是圣诞节期的这个事工。那感谢神，每一次在事工当中，我们都会出去，每一周的走导，我们就是去到当地来发单张，来贴单张那愿福音可以广传，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这些走导的同工就在这当中一同的就是祷告一同的侍奉，一同的传递这个神的好消息。那也感谢主带领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中，虽然有时候啦当地的这一个会有反映说单子啊就是因为我们贴在公布栏嘛，贴在他们这一区大部分都是属于国宅啊这一区是国宅居多，所以国宅的门口都会有个公布栏，每一个就是公寓的门口会有公布栏那感谢神啊，我们贴大部分都是 OK 的只有少部分说我们不要给人家占用太多这个空间用完就请我们撕下来可是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是每一次我们就是也可以配合当地的一个需要啦我们活动前贴1个月的时间，大概那个月之后，我们就把它给撕起来让那个环境也更加的清洁我们甚至于帮他们把那个整个过期的消息都整理一下都把它撕干净。所以其实我们也会成为他们当地的好邻居在这当中也就不会让地区的人觉得
好像我们会干扰到他们，而是开心我们在当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维持当地的一个整洁感谢主，让神的恩典也在这当中来赐福。那每次活动的时候也感谢有一些未信的家人来在这个节期里面一同的侍奉。所以我们需要帮补的时候有一些甚至于他们未信主的家人会一起来服侍愿神赐福在这些家人当中让神的爱可以彰显在这当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的12月份圣诞节期，我们透过诗歌、游戏、木香鼓、赞美操，还有见证、戏剧、牧师的一个分享里面，我们把这一个神的福音传递在人群中。相信呢，圣灵也掌权在这当中，将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里，在神喜悦的时候，就来成就神的一个美善在这当中。愿神赐福在这所做的在这当中的事工，感谢主。好，那最后的部分呢，也请大家为诚安的事工代祷。咱底下的属刚感谢主。虽然在开拓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可是神在这当中的供应和保守是真的是透过弟兄姐妹的支持跟祷告就不断的彰显。所以也请继续为着诚安的这个设立，还有这一部分的需要请大家一同的，就是在这当中来纪念。那我们需要代祷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愿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位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都会当得到上帝疼痛，所以愿我们都有这个属灵的律动是好的一个律动在我们生命中。透过御饭团，透过读经祷告，让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来在我们生命的建立上面感谢上帝的这样子一个建造还有栽植在我们的生命中。再来就是刚才牧师有提到的，我们5月份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启动，咱希望就是上帝来引带伫遐的带领，因为咱伫遐是承租这个活动中心，但是因为伊嘛是需要有教会需要有会堂长期来说，教会是需要有自己的会堂跟自己的一个扎根的聚会，所以也请为这事情来代祷愿神来赐福，使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会堂的设立。那不是只是在时间上面这样子一个受限，而且因为底下他们在就如同刚才在代祷当中说的遐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像中原普渡还有这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会使用活动中心来办整个里的普渡。那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聚会是较老是会有灵的这样一个征战，所以也请为我们祷告。在这当中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有自己所属的这个我们所属的会堂，以至于在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冲突的时候，我们比较不用受制于这样一个礼的一个状况才能够使用所以也特别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愿上帝来赐福伫咧开拓的一个需要。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这当中一同的侍奉，也愿大家能够多关心和参与在这个教会的开拓事工里面，
使我们在这当中就是能够彼此帮补和扶持，以至于整个的建造还有教会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侍奉里面，能够更扎根，能够更能够来服侍在当地的一个需要。那感谢神，神也愿神来赐福我们在这之后的小组也有更多的一些发展，然后有在这的门训的一个教导里面更扎实，以至于我们能够向下跟神有更好的连结，才能够结出神所美善喜悦的子粒。因为我们都在神的一个使命跟托付里面，走入神的心意和喜悦。这阵是请大家就做伙为着社安的需要来祈祷。愿上帝来赐福伫咧咱的服侍，嘛互社安伫遐不孤单。让我们在侍奉上面，就是让我们有更多弟兄姐妹的扶持跟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在这当中。也请为承安祷告，就神来掌权，神来赐福。相信在神喜悦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找到合适的场地来做承租，或者是这样一个设立，再有一个实体的一个所属的会堂。愿神来带领在这当中，请大家来做伙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请大家尽会当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主啊，是你的疼痛，甲阮三角弟弟。感谢主，你的恩典真正互赐落伫咧阮的生命中。主啊，你是丰盛的神，万物拢是你创造的，万物拢属于你，都归于你，也赞美你。主啊，愿你的恩福在教会当中，主啊，愿你的教会在各地都成为金灯台，能够来得着更多的灵魂，能够来使城市跟国家能够越发的来在主里兴旺。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来带领我们，愿你来帮助我们，愿你来坚固我们。主啊，是的，主啊，我们说我们是渺小，主啊，我们是有限，主啊，可是你是那厚赐予人的神，如同基督的祷告，如同耶稣在祷告当中说，主啊，是的，我们心里有时候会忧愁，有时候会不足，可是主，你是那坚固我们的神，主啊，你是那帮助我们的神，你用笑脸来引导我们，你用笑脸来扶持我们，使我们就在你里面得着帮助，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得着坚固。谢谢主，赞美主。主，你赐福安乐圣教会，赐福承安圣教会，你使我们在这样一个生养上面越发的健康，越发的成长。主啊，是的，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被你来使用。主啊，是的，你也来更新我们的生命，透过每天与主的亲近，我们就在主里能够被主你建造，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器皿。感谢主，主你来带领，互阮拢伫你的栽子里面被你所建造，能够一点一滴的在磐石上建造的妥，在磐石上建造的坚固。感谢主，你来赐福，来带领，听阮的祈祷，嘛赐福伫咧阮的服侍甲教会内面。感谢主，赐福牧者，赐福主事，嘛赐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坚固伫咧阮的生命中。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咱就继续为着圣安圣教会的服侍来祈祷，照主所应允的，伫咱愿意踏出福音的脚步的时阵，上帝就一定会为咱开路。上帝照着伊的疼痛来带
约书亚甲所有的以色列人，因敢若有一项代志，因的人生就是得到迄块土地，成做见证上帝同在的产业。咱也是安尼，咱已经离开埃及，总是咱无仰望伫旷野内底西无煞。咱已经进入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甚至咱当中也有人3代、4代、5代信主。咱会通进入到伫迦南地，进入迦南地只有一个原则：上帝的话一直定伫咱的口中，定伫咱的心内底。安尼，咱所做一切就拢会行通。所以，我靠主，咱就一定会得胜。这是咱三个做伙用感恩的心来伫主的面前奉献。每一家的奉献，拢是对上帝的感谢甲敬拜。咱伫这个开拓的过程当中，当然需要有金钱的奉献，但更较需要的是通过咱祈祷的奉献、参与的奉献。所以时间上，咱若是稳准，会当伫每一个礼拜下晡的2点半到南华里活动中心，咱会伫迄个所在聚会。迄一个人去参加的时阵，迄也是一个奉献。奉献咱的生命当作做见证，奉献咱的时间来祈祷，也是伫即个征战当中，会当见证上帝参与伫荣耀内面。咱三个做起立，同齐来吟圣歌100首，荣耀的教会。咸无听见主的声音，精神都走乐断轻，心情被伊激起尊荣，何处保卫讲乐声，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卫，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咸无听见美妙歌声，句句直透升天声，兴动着成的大军队，战胜迷人的魔鬼。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有时要叫阮满步，也是撒旦的拿走。是将靠主夺得胜利，高举世界的军旗，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也去军旗欢呼而乐，胜利无久就来到。热诚温存也接成功，一同随王者欢呼。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数，世地救主的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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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步啊，将阳光感谢归予教会元首耶稣基督。
愿教会元首耶稣基督，因为你手中一切美善，并你心中对伊的憔悴，搁伫灵里对内面对伊的挖靠，互你的活命大得稳定能力甲稳高，并伫一切事上靠主的性命大大得胜。愿耶和华赐福互你，保护你；愿意用伊的面光照你，赐恩互你；愿意向你夜面赐你平安。佮愿你家中所有一切，拢蒙主的赐福看顾。愿你出外的时阵，带着权柄、能力、祝福的恩膏，互人见若是甲你接触的时阵，就对你得到祝福甲恩赐鼓励。佮愿你一生的年日，诚做上帝欢喜，见证伊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第一堂的礼拜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大家平安。